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2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民进党伫桂林大华涉贪检调日，搁再敲找通法司，检方是怀疑庙方的主持谢芳智有替林大华洗钱，搁用手机甲共案被告来联络。昨日敲找发现，伊甲手机藏伫咧洗衫篮内底。高雄地方法院认定伊对案件相关的人员有影响力，裁定羁押禁见。民进党立委林大华涉贪的案件搁扩大，因为通法司甲林家，还有林大华经过新老爸基金会来往正密切，检方技术整合新的事证，2摆搜查通法司，将主持谢芳智带回讯问，而且透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讯问涉案相关人员后，认为洪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于今日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原本2日下晡开羁押庭的通法司主持谢芳智雄身体无爽快，暗过了后身体转好，羁押庭照常召开。涉案的通法司主持谢芳智，第1日原本互检方付令100万交保，却伫昨透早遭到成下。高雄地院用3点钟来开庭讯问了后，暗时裁定谢芳智改做羁押禁见，各禁止接见通讯。被告经讯问后，虽否认犯行，为卷内有相关证据，足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实足认被告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尚难以拒保等替代手段代替羁押，而有羁押之必要，应予羁押，并禁止接见通讯。民进党廉政会日暗时开会讨论林大华涉诈领助理会者案件，会后决议立案调查。现在检调的动作还是蛮大的啦，就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密切的注意。民进党廉政会主委柯俊甘亦表示，林大华牵涉诈领助理费甲通法司不法金流这2个案件，拢有并入会期来讨论，不过目前也未定处，会先请林大华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因为向警方涉案甲政治现金案，互人羁押禁见。顶日伊申请解除禁见，要甲家属讨论爸爸办丧的代志。昨北院开调查庭，裁定为今仔日开始到3月初10解除禁见，会当记母亲、妹妹、弟弟甲太太4个人。妈妈有没有想要对儿子说什么呢？一个落车就流目屎，郭文德因老母何水英，甲因牵手陈培基日市去台北地方法院，希望含入警花城，甲正伫现金案的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有机会会当解除禁见，甲家属讨论因老爸的后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嘛有去旁听。一开始羁押禁见的这个裁定，本来就欠缺正当性，请容我再说明一次。说柯文哲会逃亡，那真的是脑袋有洞。台北地方法院开庭调查。陈培基讲到，因大官过身了后，除了告白色，还有真侪代志爱处理。伊主张希望解禁到4月初2，不过检察官主张讲，考虑适法性甲公平性，建议解禁到3月初10告白色结束。过程当中，郭文德不满，甲检方讲随在人，经过要3点钟的庭审，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确定郭文德有条件解禁，为2月27开始到3月初10，郭文德会当甲因老母、牵手、小弟、小妹这4个人见面。我个人对于检察官这种坚持，我是极度的不谅解。我的公公94岁失事，难道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所有的都到告别式完，就全部都结束了吗？最终我还是要谢谢法官，因为他说，如果检察官不断的抗告，我们连告别式的流程都可能会有问题。那最后，我的先生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不用求人。”郭文德因老母何水英要上车进前，嘛向支持者摇手致意。因为陈培基强调讲，感谢法官斟酌考虑甲谅解，不过对检察官坚持解除禁见，干那到3月初10，伊认为这是无合理的判断。后续郭文德当时会向台北看守所申请登去拜因老爸，嘛引起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连假期间各地头大部分拢属于侪云到好天的稳定天气状况，只有花莲、台东有时寡南山雨水。咱来看云图。下礼拜二之前，各地头拢会继续回温，普遍温度通达到25度，甚至是30度左右的高温。暗时透早是较凉冷，只有18度到20度。连假期间透早低温，也是透早的气温也是低温。西半部早时回温有日头，日时暗时温差是真大。下礼拜二早时开始，高温下降到20度，低温只有14到18度。提醒大家天气变化紧，注意保暖，别去感冒。台中地区昨大雾真高，一直到早时11点外，真高的雾雾才小可散去。这段时间，台中国际机场飞行机的起降有去受到影响，有10班飞行机延前也是取消。另外，今仔日就是28连假的头一天，高公局提醒，为早时开始落南的车阵就会真多。机场大厅客家10通通，旅客只会当看手机消磨时间。就连行李也无法度托运。28连假前一日，台中机场就服务大着，不少班机满分也是取消，让旅客真烦恼，行程受影响。我想不到呢，昨天天气那么好啊，怎么今天早上变得雾茫茫的？有耽误很多，然后我们如果有带小孩，根本就超不方便的。原本规划要出国，已经提早2-3点钟就来到机场，也毋过班机缩半分。气象署透早针对汤圆新潮苗栗、台中彰化5县市发出浓雾特报，台中能见度捌无到200公尺，最后大约11点浓雾才解除，有10个航班受影响。这波浓雾影响有计会继续到3月初3了。因为近日是天气回暖的状况，那南边来的水汽呢比较多一点，那容易在台湾海峡海温比较低的地方就容易产生低云或雾的状况。应该是在这个春季这一个季节是容易有起雾的这一个情形，所以可能民众可能要如果有这个出游或出差的规划或者返乡的规划的话，可能就要把这因素纳入考量。另外，早起6点国道1号南向162公里的所在，也有驾驶亲像因为浓雾自动地磅站，造成2个人受伤。高公局提醒，28连假期间有计会一直大量车潮，连假第1日早起有计就是车上济时阵。南向接驳量大概是平常的1.4倍左右，所以呢，我们在国5的南向的部分就会有一些比较长时段的拥塞，像是在从早上5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一直到下午的3、4点就会陆续的疏解。那北部一直南向车潮，中部也要注意彰化保险、快官埔丰、草屯、民间3个路段车潮继续到中道。南部地区是顶金燕巢路段可能出现塞车，建议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真侪人厝内底会传的药品普拿疼，去年止痛药翕落才拄起价尔。即阵佫宣布讲，主要用来治感冒的红毛血列7种药要起9块到20块左右。专家估计后一波可能海药类也会起价。今日去药房柜台边，就采几排的感冒药啊。新冠疫情了后，民众对这种伫药房就会当买到的药需求增加。不过，上时因为成本一直称悬，药品普拿疼的代理商佫发出公告，旗下服务专系列的产品，总共7款拢总起价。当都涨嘛，所以还是因为整个营运的成本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厂商是不得不涨。所以在4月的时候，电价又要涨一波，那可能又有一些药品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周边的产品也有可能会再涨。起价包括服务加强錠、服务无医定等等7款11种，起伏差不多伫5%到6%，建议售价上济是增加20块。继续相关的是服务加强錠24粒的，对本地370块，即卖开390块才买得到。那有时候你不方便去医院看的话，就是买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对，那你如果有涨的话，真的是。什么都涨，薪水没涨。会觉得有一点压力，会考虑其他同成分的替代品。对。甚至唔那普拿疼，药师点出对2024年开始，就小连所有药品一直在起价，包括中国酒含金十字维产，这罐内拢对150起到180，曼秀雷敦嘛对180起到230，有人参板糖对60块起到75块。另外港香兰的热饮嘛对280变做320，而且起价唔是起到这尔，专家佫预告后一波有可能是中药成分的枇杷膏。
目前涨价的都是一些还蛮日常会使用到的中药，比如说白术、当归、黄连，另外还有像酸枣仁，那根本就是已经价格居高不下很久，那它甚至就还在更攀升它的价格哦，从一台斤可能大概本来700多，到现在是变得要5、6千块去。面对什么物件拢起，医师药师嘛同款无奈，有药师提醒讲，若无一定要买什么品牌，会当经过药师的指示去买对应的指示药品。记者综合报道。流感、落落疫情加上急诊本身的人丁，即阵啊病院的病人是真多。为了解决这款问题，健保署提出3项解决方案。健保署表示，过去10仔就会按算提悬急诊医师的诊察费加护理费，4年投入100亿，5万个人力留互调。健保署26找急诊医学会甲社区医院学会等医界团体参详健保的急诊支付标准，未来要安怎调整？即马确定的是，未来急诊诊查费甲护理费会分开算，依照减伤分类分列个别的费用，考虑到它的合理性，所以至于最后会调升多少，我们会参照在这个住院跟这个门诊还有病人的这个严重度，会再跟这个相关的急诊的这些专家们讨论之后，才会提出来。这一笔钱你是怎么运用的？是算在总额里面，还是没有算在总额？那如果是算在总额，一样钱是到医院的口袋里面，不会到我们这些护理人员的口袋。健保署表示，除了调整急诊支付标准，嘛会调整留观床支付标准。因为急诊患者若是需要留院观察，即马敢若给付护理费，无医师的检查费。未来会参考大院的模式，调悬急诊留观床护理费加检查费。为即马健保给付来看，急诊观察床头一工病房费加护理费加起来差不多844块，较无900块。第二工开始，加剩较无310块。有医师认为，急诊医护的付出甲给付实在差伤济。针对健保署所祭出调高给付的对策，那需要设立监测指标来看是否能够发挥实效，会不会更加分配不公的一个情况。未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记得这些给付的调整还是必须要以护理人员的这个薪资，而非奖励金真正有调升为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健保署署长赵宗良表示，未来要求病院爱加人佮加薪，而且是调整薪资，唔是发放一届性的奖励金。一定4年会投入100亿预算，5万家护理人力拢留掉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去显示，中国时报13岁适龄的高中生1年学生，因为伫咧学校狂神，2月20开始请假。2月24透早煞雄雄救紧送病院，同一天早时就宣告不治。即病院的诊断书写疑似脑膜炎，也是药物中毒。家长怀疑囡仔捌伫同学捌互同学霸凌，而且持毒。校方27讲，针对这个事件已经启动调查，检警3月初6会解剖来厘清真相。接下来是联合报，国发会昨公布1月景气定号，综合判断分数减少4分，加做34分。定号是为红灯变做代表转向的黄红灯。国发会官员表示，1月变灯是因为受到春节因素干扰，但是人工智慧需求带动，国内景气也是维持温和成长的趋势，也是要注意后续的变化。落尾是自由时报，教育部要甲北京理工大学等中国各项7所学校列入禁止交流合作黑名单。这间大学是由中国工业甲信息化部来管辖，以服务军事甲统战为目的。美国是已经列做制裁名单。中国昨日向伫咧台湾西南海峡、高雄屏东外海为临时操演区，要射击训练。昨甚至是发布军舰实弹操演的影片。咱的国防部也侦测到45座中国军机来扰台，其中有34座飞过海峡中线。台海海面上也阁有14架中国的军舰、2架公务船。咱的总统府是强烈谴责中国起事的行为。中共舰艇在我专属经济区划设禁限区，欲实施海上射击，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6条及58条规定，
严重影响海空域飞航安全。面对中国军队拍算伫台海进行实弹射击，国军伫上前线捍卫海疆。中国自大无预警宣布讲，伫高屏外海40海里处卫星操演区要进行射击训练。国军的战机随升空，军舰嘛紧急出海应对，嘛主动发布班超军舰，监控中国的4名三男和千岛乌男的行踪。中国的舰队后壁是驶离开操演区。中国军队的东部战区27日透早就发布舰队最近实弹操演的影片，对外展军事实力，威逼台湾的意思是真高。国防部发布侦测到中国军机45架次，其中34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入来到咱的中部和西南部空域，各有14架次的中国军舰2架公务船出现在台海。国军嘛讲出中国军队操演区的位，对区域安全稳定的公然挑衅。总统府表达严厉的谴责。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是指示相关单位严厉应处，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做伙来谴责中国公然起无空，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针对中国军队伫西南海峡卫星操演区，有可能去影响伫迄边的渔民讨生活。东港区渔会讲，军舰的维持渔船会经过的所在，27早起渔民正常出海去掠鱼，有一寡渔民认为讲影响无介大。但是有比较担心的渔友嘛，我们也会建议说，那就是暂时先不要出海作业。学者分析，中国卫星操演区结果结合实弹操演的影片，后壁的目的恐惊是要执行认知作战，嘛警告美国。美国在这个美泰的这个经演建设联合演习，它有释放出这个台湾去，然后几个小时后就拿掉。我觉得可能中共对于这个未来情势发展会非常担心，但是他其实拿不太出什么反制的方法，所以可能就是借由军事活动讯号，表态一下。苏浩宏讲，台美军事合作升温，加上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大关注的力量，和中国真不满。无排除中国军队最近的加大扰台的力量，国军千万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顶一日台湾有网情，亚康讲有一寡台湾人有领中国的身份证，内政部随开始调查。专属部最近也发函予公家机关，要求公布人员签字，表明家己无中国的户籍，也无中国护照、身份证等等。因那陆委会是肯定进前海军摄用的上兵，主动反映母亲甲伊办中国的身份证的状况，呼吁公布人员就要老实。网情北京进前标出一寡台湾人身躯顶是有中国的身份证，内政部嘛随启动调查，目前已经有10个人互废止台湾的户籍。专属部最近嘛发函予各县市政府和公家机关，要求公务人员爱写具结书，表明无伫中国设籍，无领中国护照、身份证、登记证和居住证，而且要伫2礼拜内完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明文的规定，跟陆委会的来函来办理中央跟地方机关的公务人员的部分都会来做这个工作。专属部强调讲，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忠诚是基本的要求。陆委会是讲，政府肯定进前海军这样男摄用的上兵，主动反映讲，伊伫唔知影的状况之下，互因妈妈办理中国身份证的情形，希望公务人员都会当老实通知。他需要在中国大陆居住6个月以上，才能够领居住证。那你就必须要说明你到底是怎么拿到，是不是去代办的，或者是你偷偷请假去的。但是中国讨好台湾人的策略并无停。福建省政府27日公布新的一批惠台17条措施内面，包括开放予台湾民众线顶换领居住证，和提供台湾人当年人民票5万的奖金，鼓励台湾民众去中国拟定的企业做工课等等。陆委会分析，在中国军队无预警军演的时阵，佮推出惠台措施，都是中国好战两手的策略，伊个是无什么效果。在高科技产业的话，这个5万块人民币的奖金并不算是很高，福建的财政也未必是很好。中共的对台工作大概还是脱离不了用利诱的方式，这个跟他们所要的心灵契合其实是有很大一段距离了。另外，对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前一天公开讲到，互拘捕免2年的北基文化总编辑副查理恩熙和互判9年动刑的 UDN， 而且指出讲是重大危案案件。李文杰认为讲2个人已经互中方当作是指标性的案件在宣传，会持续掌握案件进度和相关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泰国政府日遣返40名寻求政治庇护新疆维吾尔族人返去中国。联合国甲国际人权组织是谴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这是明显违反国际法。中国外交部承认有遣返中国籍偷渡人员，而且强调是中国甲泰国双方合作打击违法犯罪。
相片当中的卡车头拢互乌色的布砍掉咧，这是泰国移民轿车，载负40个伫泰国寻求政治庇护、信仰维护的族人。因伫时期透早遭到遣返回中国，这也遭到联合国甲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因为因烦恼这人被遣回中国了后，可能遭到酷刑、甲长期加监的风险。The deportation of 40 ethnic Uyghurs to China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s and standards. The men, who were part of a larger group, have been held in poor conditions at a number of immigration detention facilities in Thailand since March 2014. 5 have died in custody, 8 are believed to remain in detention. 美联社报道指出，有300外维族人2014年越境为中国盗入泰国了后，伫办公被掠。泰国政府伫2015年违背因的机关，将其中109人遣返回中国，嘛引起国际谴责。剩的173人，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被送去土耳其；各53人滞留泰国寻求政治庇护。中国外交部声称，有40位中国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国，强调这是中泰双方合作打击违法犯罪。中方坚决反对打着人权等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借涉疆问题干扰国家间的正常执法合作。有关方面应停止炮制、散布涉疆的谎言谬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有差不多1200万回族人，占当地人口45%。BBC 报道指出，最近10年，真侪汉族人选择新疆，讲是国家精心策划，目的为减少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中国也被指控针对穆斯林宗教人士，佮禁止当地宗教活动，甲摧毁清净寺甲文化部。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反政府武装组织3月23运动，27日伫东部一个城市集会上2度爆炸，造成11死65伤。反政府武装联盟领袖指控讲，这是民主刚果的总统齐塞克迪幕后规划的。齐塞克迪是甲责任杀害一个伫东部活动的外国军队。集会群众向强都开了，听到真大的声音。这是伫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湖市举行集会，2摆爆炸造成重大死伤。迄时阵，反政府武装组织 M23 领袖咧甲居民见面，而且已经要散会。反政府武装联盟领袖指控民主刚果总统齐塞克迪策划这摆行动。Nous disons que cet acte ne restera pas sans conséquences. 齐塞克迪讲，这拢是伫东部活动的一支外国军队做的。M23 过去3礼拜闪电攻势控制刚果东部大城果马，表示发动战斗攻击是为追求投射组无过做到种族歧视，佮希望将民主刚果为一个失败国家改造成做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联合国专家指出 ，M23 背后支持的是卢安达，至少派出4千个军力支援。卢安达伫殖民时期的种族文化，暗中帮助 M23 自2009年3月23成立，伊的目的是保护投射族，对抗民主刚果内底的糊涂族。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仔日要去美国华府，甲美国总统 Trump 签扩散协议。泽伦斯基讲，详细的协议内容也未超好势，希望会确保有美方的安全保障，阻挡罗西亚国再开战。不过 Trump 说讲，欧洲是乌克兰的厝边，确保安全是欧洲爱做的代志。启程去美国华府进前，泽伦斯基离开总统府向媒体说明美俄扩散协议的进展。Немає договіру, який наступний. Ось він складніший буде і серйозніший, тому що наступний договір про фонд. І там буде вже якісь там відносини партнерські, гроші тощо і так далі. Так? І ось він, наступний договір, він буде вже мати обов'язкову ратифікацію в парламенті України. 对川普讲，乌克兰爱以扩散资源来向拜登政府所开5000亿美金援助。泽伦斯基讲，过去西方提供乌克兰的援助，并无以任何方式爱行作为要件，袂当互乌克兰安上不实的债务。也讲伊拍算当面问川普，华府敢是会完全终止援助，那是敢会当直接向美国来买武器。Головне для мене було, що ми не є боржниками
І незважаючи, що де звучить в медіа, в угоді немає ні 500 мільярдів боргу, ні 350, ні 100 мільярдів, тому що це було б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泽连斯基强调，协议将基本的版本希望有美國的安全保障，以協助羅西亞擱繼續開戰。川普是講，安全保障是歐洲的代志，因為伊是烏克蘭的厝邊。I'm not going to make security guarantees beyond very much. We're going to have Europe do that because it's in, we're talking about Europe is the next door neighbor. 川普佫講，基輔愛將家己北約的代志放袂記，想攏莫想，高中予克里姆林宮的講法，其正會就是這個問題引起的。烏克蘭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有全球大約5%的關鍵原物料，這個礦區多數位於歐東地區，也就是羅西亞勢力範圍。烏克蘭經濟部估計價值達到3500億美金。基輔的美國大使館問話，李拉組織一定反川普示威者，強調只有在軍事行動結束、安全得到保障了後，才會當簽署擴散協議。Це не дуже правильно шантажувати країну, яка веде війну, і примушувати її до підпису будь-яких, скажімо так, економічно невигідних угод. 央視新聞王慧文編譯。美國總統 Trump 昨日主持上任了後的頭一場內閣會議，嗆講歐盟的成立就是為着要甲美國保護島，另外就要甲歐盟的商品課徵25%的關稅。The European Union was formed in order to screw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purpose of it. And they've done a good job of it, but now I'm president. 川普利拉伫內閣會議上攻擊美國貿易失衡問題，點名一寡傳統盟友愛負責，直接指歐盟想要武害美國，長期將美國的班機以各種理由無買美國車甲農產品，要有無公平價值稅，真緊就會實施對等的關稅限制。Be 25%, generally speaking, and that'll be on cars and all other things. And 川普武害講法。顛覆歐盟成立的歷史文明，甲美國長期支持的場，歐盟宣布，因是世界上上大的自由市場，對美國來講是一大福音，也強調會對無正當的自由甲公平貿易限制做出堅定立即的回應。公視新聞採訪報道。今仔日國際還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總統 Trump 今仔日指出，伊按算對墨西哥甲加拿大課徵的25%的關稅，會伫3月初時生效，因為毒品也是一直為這兩個國家入來美國。針對羅西亞講已經兼併過烏克蘭5個州的地位，克里姆林宮是今仔日表示拒絕任何的協商，佮講遐已經是因的領土寫入憲法未分割。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運動組織哈馬斯昨是行死的人質的遺體來換596個巴勒斯坦人來釋放。哈馬斯要求以色列啟動加沙走廊後一階段停火談判的工作。婚姻館有一個犯性騷擾罪，予人判刑4個月確定的姓陳的男子，疑似是對提起公訴的檢察官不滿，昨早時總日去檢察官因兜的新民廳自焚，當場死亡。所以迄個檢察官本身就住佇遐就對啊啦吼。伊講用問的，我聽人咧講。哈，哦。用問的，注意問人講我檢察官都。吼，伊就注意，伊就逐間問，啊，就問着，安尼就對啊啦吼。77歲姓陳的男子因為犯強制猥褻案件，承辦檢察官去年1月17日是提起公訴。經過婚姻地方法院認定是犯着性騷擾防治法的性騷擾罪，判有期徒刑4個月。姓陳的男子上訴提起再審，攏予人駁回。伊懷疑這期是對承辦的檢察官不滿，昨早時11點外到承辦檢察官因兜內底新民廳自焚死亡。婚姻地檢署表示，檢察官以公正客觀的態度來執行公務，民眾若是對庭事也是判決的結果不滿，應該照正常的管道來救濟。台鹽歷年前董事長陳啟玉甲前總經理蘇坤宏等等人士涉嫌勾結開發廠商烏康公司的資產。陳啟玉甲蘇坤宏兩個人不法所得超過17.3億。
台南地检署是起诉相关的涉案人士等5个人，单契约互人求刑12年，苏坤宏是10年。台南地方法院今仔日透早裁定单契约等3个人羁押禁见，另外2个人各以300万来交保。案场的基座已经安好势，不过安泰用联邦的日子，唔知爱到伫当时。台南七股看平这段公电的案场，去用来做事，甲台电6前当署长陈启玉所牵连的公电8案之一，已经去有检方用炸弹围起来。台南地检署日7以违反证交法、甲公司法、甲陈启玉、甲台盐6前总经理苏坤宏等涉案的5个人起诉。主导通过台盐实业公司转投资成立台盐绿能公司之议案，利用台盐绿能子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据了解，陈启玉、苏坤宏、甲鸿辉国际、调用甲委定开发的负责人达成土地开发服务费分配协议，甲原底属于台盐60甲电业投资商的土地开发案，转由鸿辉等涉案的公司来签约，甲台盐60利顺留予涉案的公司，2个人不法所得拢总超过1亿3千万。饭后均否认犯行，态度非佳，建请法院分别量处。诚信被告有期徒刑12年。书信被告有期徒刑10年。检方要求甲陈启玉判12年，苏坤宏判10年，因为这2个人做台盐60当署长甲总经理的时阵，有实际影响到煞无收本分，致使台盐公司甲台盐60的损失至少有4亿。某些特定厂商，他们就有办法可以规避未依规定养殖或。例如像有的是申请要养殖或者渔温，它要做光电，然后它必须要符合什么规范，但是有很多都钻漏洞，或者说先斩后奏再补件。光电开发小连续传出备案，学者认为讲相关的法令已经有相对较周知，问题出伫主管机关无好好监督，才会予不法分子有空房通可能。台盐公司表示会依法甲陈启玉等人讨赔，而且配合检调的侦查，若发现可能不法的情形，会移送检调协助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棒球场这几天乌土吧，乌出侪粪扫甲土角。民进党议员质疑市府是乌上深，乌到60年代起棒球场的土吧。不过，昨国民党、民进党的市议员去现场，是讲有乌到这几年才有咧卖饮料干呐。新竹检方这阵呢是一定在咧调查工程敢有弊案。新竹棒球场最近开始乌土、乌出粪扫甲废弃物，引起争议。新竹市议会民进党党团顶日开记者会，讲市府2年前乌的时，拢无啥物发现，2年后却发现废弃物，这期是乌到民国60年代棒球场都启用时上原本的土吧。当初去开挖到这个34公分深的时候，是没有发现任何不良物，也就是这个。大家照片上所看到的这些营建废弃物的这个部分，过了2年，他再开挖就发现了这个废弃物，那原因会是什么呢？面对民进党议员的质疑，那被两党的议员拜四来到现场会勘，摕现场乌地塑胶管仔粪扫，讲这是2016年才生产的饮料，质疑民进党议员的讲法。在2016年才产生的一个饮料，那这样的话，这个饮料它有办法穿越时空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东西就是在之前上一个工程的时候就产生的，并不是说从很久以前就存在。可见当初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一定一连串的管控都没有很严密，来导致现在状况。然后因为各方说法都有不一啦哈，不过我觉得这跟政党无关，这跟市民知的权益会有关系。市府指出，目前乌地的废弃物是最近10年市面上才有的产品，无可能是60年代的物件。市府严正声明，应就目前现场开挖情形，除了砖瓦外，还有许多钢筋、混凝土、木头、大片网子及保特瓶等等，完全不合乎就地回填规定之材料。目前新竹地检署已经启动调查，市府强调会配合检方侦办，也继续推进新竹棒球场改善进度，重在还有市民一个安全的棒球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新竹县竹东镇最近下晡，一间餐厅头前的停车场路是汹汹落落，一只轿车甲边仔的树啊，拢落落去3公尺深，加在是无人伤亡。港务处认为是更牛结构害去，是因为上过侪年啊才会放落，而且竹东镇长阁指出，这搭是国有地去互建商占去做停车场，会来追究责任。
27下晡2點外，新德縣德東鎮中村路3段一間餐廳頭前嘅埕有停幾隻車，不過了後車路煞熊熊放起，有一台白色嘅轎車，連原底頂懸嘅樹仔嘛做伙落落這個有3公尺深嘅溪埔，這個畫面全部攏去有監視器翕落來。到底是誰的責任？規隻車並落這個坑，加在迄當陣車底無人，附近嘅住戶講到代志發生嘅過程，因講有聽到一聲真大聲，嘛講這個車路進前都有必順，不過並無處理。進前警衛有跟我們講說，那邊不要放車子，都有個裂痕呐。我前幾天還過來看，就說這個地方是很危險，因為它已經有下陷了，那底下又是一個河床，那個整體如果下陷下來是很嚴重，結果沒有想到今天剛剛就開始，整個就下去。警消接到通報了後，趕緊在現場救防疏散，真無簡單才把這隻轎車吊起來。不過後邊的擋風玻璃規個攏碎炎炎，車身嘛受損斷。德東鎮長郭元忠表示，這個地是國有財產署的土地，過去去有建商違法佔用，加速停車場，所來會追究責任。建商如何建造，這確實我們要追溯之前的責任。有私人來私自把這一塊三角地的部分做一個鋼結構的架設來使用這一塊空地，那當然就因為年久失修的一個部分，所以鋼構的一個損壞，所以才導致這樣子一個崩落的情形。針對車路放棄的原因，工務處講因為內底條仔真舊啊，年久月深嘛無修理，怎呢放落？郭元忠表示，後續會和國有財產署做土地管理，若這個所在是沙坑溪，會以排水為優先。記者綜合報道。台中新光三越起爆案到今已經半個月，這專櫃人員是無法度上班，影響收入。昨台中世貿辦第2個拍賣會，有的廠商就請因為目前不得已停辦的專櫃人員來顧單。也若是新光三越的第2賣場3月初一就開始營運，第2個安置本地的百貨人員。幾下賣物件的人員，那款貨，那協助人客試穿或者是算數。新光三越台中店前發生爆炸了後，未少專櫃的人員煩惱因的頭路，嘛無想要去互調去外縣市，今嘛總算有機會會當暫時留喺台中做工課。臨時沒有工作，大家心裡會有很多恐慌。外地交通很不方便什麼的啊，在這裡就是離家很近的。我是台中人的話，那是不是公司也會補助我在外面的租屋津貼啊，或是油資上面？那就是要納入考量啦。如果人在台中，那就是最好啦。爆炸案件到今已經半個月，部分專櫃的人員到今也無辦通好上。台中世貿27開始的促銷活動，雖然不是新光三越主辦的，不過有不少牌子原底在新光三越都有專櫃，今嘛暫時禁止促銷的活動，嘛有這個原底在新光三越的員工會當依期生活。在服務人員方面也有很多櫃哥櫃姐，他們在這一次因為整個台中的關係。所以更有機會來服務大家。新光三越按算3月初一開始要啟動第1階段的第2賣場，地點同款在台中世貿。新光三越表示，會協同要4000個員工，800個專櫃的廠商研究第2安置的方案，後續嘛結合其他的地點甲分店，展開相關賣場的部署。一共這一次呢，就是有27個廠商可以參加這個部分在。後續我們會再找其他的適合的場地。那事實上，全省的新光三越呢，不管是在台北的南京西路店，不管是在信義店，還有台南西門店，都會陸續的展開。因為新光三越提出的人員出入防護計劃，目前還有缺失，要等咧補件。若是有通過，會趕緊安排員工去提物件。因為外口邊安全防護的工程，目前嘛等咧進行當中。記者綜合報道。之前有民團發布台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調查結果，發現升學的壓力大、低迷社群，這兩項是上主要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為了要照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部宣布要甲國教院專家學者來合作，推動社會情緒學習計劃，希望培養國校老師有面對學生情緒的應對能力，打造更加健康的校園環境。
现代学生压力来源真济，唔但是课业、科技的利弊，嘛可能造成心理压力。根据卫福部113年度的统计，自杀一定加做青少年10大死因的第2名。立法联盟嘛做过一份调查，升学压力大、留恋社群这2项拢是上主要的原因。为着要照顾学生囡仔的心理健康，教育部和国家教育研究院拍算对114年推动社会情绪学习的计划。我们会关注成人的社会情绪智能的展现，然后所以不会只有聚焦在学生，所以我们会从老师的学科老师的真能，或者是导师的真能，还有我们学校领导人的这个真能的部分来开，作为一个核心的工作目标。教育部希望透过培养各校师资，让因会当理解同理学生的想法。社会情绪学习计划培养的对象是国校到高中的老师，国教院希望老师会当结合教学内容，提供学生正面的情绪。民间团体对这项决议表示真认同，不过伊嘛烦恼安尼造成老师的负担。我觉得每个老师有具备这样的职能是我们乐见的，可是我们觉得在更专业的进一步的配套措施之下，班导师其实是已经很辛苦了。那是不是可以有更多专业的人员去进驻到学校，让这件事情可以更好，而不是只让所有的老师做这些事情。国教院表示，未来会推动研发工具来让学校推动。民间团体认为，有专业的学者和学生互动，提供因专业的辅导，才会当真正照顾学生的心理状况。记者陈亚轩、曾俊佑台北报道。今仔日是228，也是林家血案45周年。案发地点林义乡的厝，即阵是台北义工教会。教会是去年是申请列做市定书籍，落尾是无通过。有分组委员认为，这个所在确属其是不宜为止，不过因为不宜为止的专法还未通过，嘛无法度甲伊列入名单。台北市大安区一条巷仔内，这栋5层楼的建筑，1楼是义工教会，也是1980年2月28发生林家血案的地点，就是当时美丽岛事件的被告林义雄的厝。伊的老母甲2个囡仔被不明人士杀害，到今还未破案。往地下室的楼梯，阁通看到哪像翕时流落来的火热。教会去年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希望甲这列做市定书籍，加做推动民主甲人权的基地，所互文化局驳回。100档哦，200档哦，咱要找历史吼。如果敢若历史保存伫民间吼，有人遮可能会无去啦。所以国教有责任。爱处理这样的代志。义光教会其实它作为林宅血案的发生地，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承载了台湾白色恐怖的记忆的一个重要场址，是我们现在当代在推动民主跟人权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石。文化局表示，根据文组委员的审查，认为义工教会敢若是5层楼建筑内的第1层甲地下室，地点较好，互人认定是书籍。有文组委员认为，这个所在的性质较挖不宜为止，但是文化局讲，目前要认定不宜为止，要欠缺法官，地方政府无法度来做。史迹来说，大概像是古战场。我们如果只有指定，比如说像5层楼公寓的其中1层或2层成为史迹，其实这样的场域的界定其实是有一些奇怪的。胡翊遗址现在也还没有魔法嘛。就说现在的魔法也还没有通过。在场嘛有立委指出，因为即马立法院还未通过不宜为止保存条例，也无法度互政府列做不宜为止。教会甲民间团体是呼吁在野政党莫阻挡不宜为止保存条例的立法，互即寡保留重要历史基地的场所，通受到政府的重视甲维护，而且活化再利用。记者林玉凯在北报道。228事件78周年，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今年活动是以纪念碑来做主题，小介全台湾28座比228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佮有设计理念，希望有更较侪人来了解78年前台湾各地头发生的228事件。28座228纪念碑的资料，顶面唔但记录过去捌发生过的悲剧，佮写着安怎去到迄个所在。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举办228纪念碑的展览，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民众知影228事件当中故乡顶悬市的故事。好，咱全国的人民来了解到讲，这个228这段历史各地所发生的228事件的代志，互百姓来知影。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逐档拢会到228纪念公园举办追思的活动。公园内底就全台湾第1座228的纪念碑，希
迄当阵是家己市长的总统府主席杨鹏啊，就讲，这座纪念碑毋若是纪念，嘛希望是一种提醒。政府还未开放228事件的纪念，迄个时阵咱就做啊。咱设228纪念碑是因为咱家己为着228事件有真侪人牺牲，所以人就感觉讲无设这个纪念的一个物件袂使。大家追求的公平、正义、和平，咱就希望大家望这个未来是咱大家所期待。台湾嘛，因为这个事件，咱会当继续教训，然后再站起来。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江仁新指出，228事件到今已经78年，针对加害者历史定位甲追究责任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无够完整，呼吁新政府赶紧来完成，早一日先予受难者家属一个交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蒋新蒋是鹿港复兴考厝堡12庄的信用中心，不过厝是已经害甲真严重，准备要卡掉来重启。因为庙有侪书法家的珍贵作品，地方文书工作者就组成团体，要甲这寡珍贵的文物用数位技术来保存落来。今日庙内壁刀顶面侪用大理石刻的诗词字画，拢是来自黄天素、柯志廷、王汉英这寡真有名的书法家的手笔。好在天天上帝的鹿港复兴考厝堡江新江，因为结构安全的问题，准备卡掉重启。到地方文书工作者组成保存团队，利用拓印加点影方式，要把这字画记录落来。咱即届即个江义讲成功吼，咱即个整个的即个保存的进行吼，阮是为即个书法部分吼，咱来这壁刀的书法，咱来该做即个拓印吼。那馆顶的这个剪黏，咱是用这个贴落来，咱要来做保存的方式。我们就用这个文物普查的方法来进行拍摄，保持它不变形、不色偏，让后面的人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它这个作品的完整的样貌。江新江是鹿港复兴考厝堡12庄的信用中心，早年因为贼头歹人多，地方无安宁，居民组成联庄，透过安夜料警保护庄内。料警的规模大，嘛是地方联庄信用的重要活动。但是较可惜的是，过去拢无留任何的资料。咱考厝堡江新江是有12个庄头，包含复兴鹿港12个共同利建，建于雍正2年西元1724年，至今大301年。若要整理，就是讲过去300年来，先人无留半。庙方表示，江新江捌伫1948年甲1975年中建，但是无留任何的庙史资料。这届重启，望透过拓印甲摄影，甲半世纪前的书法石碑、剪黏砖拓记录保存落来，未来也会进行数位典藏，互后代有门路来了解地方的信用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虎社建成300栋，台南市立博物馆特别推出特展，透过珍贵文物、影像记录甲互动装置，展现100栋以来虎社内外生活变迁，阁有历史发展，阁有文化特色，也要甲民众做伙来探讨未来城市会当怎样发展。今日这座城墙分成城内甲城外，一日来边就通看到当时官兵对福州传来虎城的五福大帝信用价值的顶头。到1869年台湾管束牛签，这款若像建筑的身份证的文物，二次头摆展出。今年虎城建成300栋，台南市立博物馆办上虎城，什么拢伫遮特展，要互大家透过这100栋来历史文物来探索虎城过去的社会风貌。咱的高丽菜用一只摆的时阵安怎做的？边仔无咱拢有查过来哦。咱古早是咱的上神。食神来到咱现代做脆食面啊，甲咱这饼类的部分、糕仔的部分，拢有非常的关联哦。是讲是木天书符料，然后配一个天书的音为大陆请过来的。当地是这个台湾府的时阵一个正道官。
看电脑会当了解府城当时有拍铁街啊，是侪人买卖的所在，嘛是过去府城生活机能的重要基地。另外，城内参城外有真大的关联，尤其信仰文化是上好的证明。像西港庆安宫3年一届会来城内的府城隍庙一组，遐来关城隍爷巡，犹原是说城墙的范围，这种显示城墙内外的文化连结性。虽然讲有一个城墙甲围起来，可是透过这个城门，透过这个迄个道路，甲这城内外的人甲接做伙，毋是干那过去安尼，是即马台南市咱个看会到这个城外走入来城内来办一寡特别的代志的这个关系。虽然即阵大部分的城墙拢拆掉去啊，不过展览嘛是特别展示去年伫小北门出土的砖仔城墙石架，互民众实际都希望感受当年城墙的重量。官方讲希望互大家更加靠近台南这座城市的过去，进一步思考文化保存的意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英国的首都伦敦，常常会当看到野生的狐狸。虽然无啥会甲人攻击，不过不时也会传出狐狸走入去人家厝内底，也是伫咧路里黑白放屎尿，阁有叫声真吵等等问题。要互人类甲狐狸共存，专家甲动保团体是下真大的苦心。伫英国伦敦，有当时半暝会当看到野生的狐狸伫咧西街，因的叫声正尖，敢若婴仔咧吼，常常互外地人惊到。不过，伦敦的在地人甲因最近享受城市的空间几落年啊，伫咧公共场所徛过花园，若看到狐狸拢无奇怪，因甚至有当时一个会坐公车爬去咧大楼顶，因对人类无啥物攻击性，有人感觉因正古锥，甲因这人翕相，不过有人认为狐狸甲环境污甲正垃圾，材料正臭，佫会伤害听物。Scratched and bitten a snout, so £200 later at the vets. You know, and it's just not right. 像即间出自者防狐狸入侵的专家，用盲人啊即款非地面的方式，保护因徛街甲位立空间的独立，而且无俗，1000澳元差不多大票3万瓦。They're very territorial. Once the territory opens up, it will cause foxes from far and wide to come in. 由业者提供直接甲狐狸抬死的处理方式。安尼先做是合法的，不过争议性较大。伦敦的野生狐狸主要是赤狐，数量已经超过1万只。伫城市生活的平均寿命比野花减4年，因为各种意外伤害机会较悬。伦敦这个保护组织，若是较无闲，一工就要救8只狐狸。We have Gump in here. We're watching him on and we're giving him antibiotics. Ellie, she only came in last night. She has a wound on her back. 这个协会一年救超过1200只狐狸，因讲上困难的是对抗社会对狐狸负面的观感。We haven't had rabies in the country for over 150 years. People don't need to be scared of foxes. What foxes will do, their remit is to run away from you. 虽然会当和平共存，不过专家犹原建议民众莫主动饲狐狸，以避免长久待伫咧命体埕内面，增加彼此的困扰。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辑。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中部地区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15度到25度，外岛地区11度到20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起来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